来看台大国法所的前教授陈明通指导学生的论文惹出着抄袭的风波，这教育部拢还未处理咧，竟然先掠中小学的老师来出水，规定老师若指导学生参加课程，要先上3点钟的学术伦理课。这是互中小学的老师去泼泼，讲教学认真的老师嘛要去上伦理课，这是一种人格侮辱。外界质疑，莫非这是陈明通条款？教育部是来驳回，讲这甲论文的事件无关系。那一只蟑螂有可能会因为溺水而缺氧而昏迷吗？那我们来做家蛇落入水内敢会活？这生物老师带学生做实验，未了解家蛇到底敢会渡水？是讲即马无了解是教育部是安怎一支德高阿多规存在？宣布于2024年开始，老师若要带学生去参加科学展览，老师爱先上3点钟的学术伦理课，这敢讲是陈明通条款？陈局长不回答陈教授的问题。不过，陈教授指导学生有抄论文的问题，无看到教育部处理，是安怎先针对中小学的老师。很多老师他会被问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研习就好？”他会说：“因为国家侮辱了我，我干嘛卖我的老脸？我就不要做了，反而把这些有热忱的老师拿掉。”应该说，愿意做坏事的老师，他反而会愿意说：“我赶快拿时数，因为我这样才有资格去比赛拿大奖。”但他仍然会花钱买作品，仍然找枪手抄袭一样来。做坏事的人还是会做坏事，那个弊端不是更严重了吗？就是认真投入的老师不愿意来了，然后有心造假的老师反而进来了，那不是变成造假大会了吗？敢是敢若敢拍中小学的老师，唔敢拍大官虎？教育部赶紧就驳回，讲会修改参展的规定，甲最近发生大学学位论文的事件完全无关系。因为有评审讲部分的参赛的作品有同时参加真侪课程进行违反学术伦理，即会修正相关的规定。老师建议讲，若是上学伦课不如有各校比对系统先检查过，若无食上更较侪课，嘛无法度抵这课程的加权。